今次係冬瓜豬一連6集日本自駕旅遊篇，會帶大家遊走九州一啲有趣嘅景點同埋活動。想知道內容嘅就唔好錯過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旅遊資訊呢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冬瓜豬嘅頻道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次冬瓜豬會同大家去日本九州玩8日。我哋出發嘅時候係12月，所以每個地方都好有聖誕嘅氣氛㗎。九州嘅福岡機場好接近市區嘅，所以我哋第一日會留喺市區嗰度活動，到第2日先至開始攞車進入郊區嘅景點㗎。每一個景點都會提供電話號碼或者係 map code 俾自駕遊嘅朋友作為參考㗎。而每一集嘅影片資訊欄呢，都會有詳細嘅列明嘅，大家可以去睇返㗎。簡單講下個行程先，我哋嘅第一日就喺市區嗰度活動，第2日攞車之後呢，首先會去塘戶市場同埋門司港，跟住再去覓島，再去佐賀嘅又德稻荷神社，之後再去長崎嘅包泊，跟住我哋喺島原港搭船去熊本港。去到熊本，我哋去菊池市嘅七城小木屋，之後再去九州嘅動物園、由布院同埋重源溫泉，再返去柳村坐船仔，之後再去太宰府，跟住去博多還車，之後再去聖誕市集，個行程相當豐富啊！講下，話咁快就到九州啦。上年個機場仲係翻新緊啊，今年終於翻新完成啦，靚咗好多喎。我哋就喺 A3 嗰個門口出，再搭架接駁巴士去到國內線，落車之後直行就係地鐵站啦。我哋搭橙色嗰條機場線，搭2個站呢，就到達博多站啦。今次我哋住喺博多站前嘅 Tensa 酒店，佢就喺博多站竹子口，大約行300米度呢就到㗎喇。對面呢就係約多巴斯嘅後門啊。酒店嘅旁邊仲有間71添喎，位置真係旺中帶靜啊。酒店嘅大堂有各種梳洗嘅用品同埋拖鞋攞㗎。旁邊仲有一啲洗頭水、護髮素提供㗎。今次呢，我哋訂嘅係高級雙床房，有成28平方米㗎。呢一邊呢就有個書台嘅位置。而電視機係可以睇到 YouTube 之類㗎，而個浴室就正常啦。衣櫃就喺大門嘅旁邊喎，呢度仲包2支水。書台嘅下邊仲有個雪櫃仔啊，旁邊會有啲茶包同埋茶杯之類嘅。床頭都有啲 USB 嘅插頭啊，仲有部放濕空氣清新機啊。好彩係高層，都可以望到藍天白雲喎。呢一間房嘅空間感都算大啊。我哋放低行李之後呢，就出發去拉拉坡啦。個時間啱啱好啊，可以睇到高達表演啊！しかしここは所詮そういう姿ゴールドの世界だという。
呢一個商場大約有200幾間品牌嘅商店嘅，提供免稅嘅購物服務，可以一次過滿足晒購物同埋娛樂啊！4樓仲有一間高達嘅官方商店，裏邊有好多高達嘅模型、周邊嘅產品同埋一啲限量版嘅。今晚我哋就喺Omaya嗰度食嘢，我哋叫咗個炸雞餐同埋牛舌餐，再追加咗個炸蠔啊！返到酒店見到約多巴斯仲未收喎，我哋行多一陣先。今日我哋嘅 Day 1行程就完結啦。早晨啊，各位！我哋今朝攞咗車之後呢，第一個目的地就係去塘湖市場食早餐啦。今日有啲天陰陰啊，希望唔會落雨啦。塘湖市場只係開星期5、6日同埋公眾假期嘅。星期5同埋星期6開放時間呢，就係上晝10點至到下晝3點。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呢，就係開上晝8點至到下晝3點嘅。山口縣嘅塘湖市場係一個小漁港嚟㗎，售賣大量嘅新鮮壽司、刺身同埋海鮮檔等等㗎，所以又係叫做海鮮屋台街。呢一度仲會有河豚嘅刺身㗎，大家夠唔夠膽食呢？所以塘湖市場有河豚天堂之稱㗎。呢一度嘅價錢呢就比較親民，性價比又高喎，所以吸引咗好多人嚟市場食嘢㗎。我唔講咁多啦，啲嘢俾人買晒啦。買完壽司，我哋就去海旁嗰邊搵個位食下嘢先。呢度就係我哋嘅早餐啦。而附近亦有一啲手信嘅店鋪可以行下㗎。之後揸大約20分鐘嘅車程就去到九州最北端嘅門司港。以前嘅門司港係日本3大港口之一嚟㗎，亦都係九州最重要嘅國際港口。嚟到門司港，當然要睇下佢哋嘅歷史建築啦。最大嘅特點就係保存住完整嘅歷史街區。喺呢一度可以見到融入西洋同埋日式風格嘅特色建築。呢一度就有一個好有特色嘅門司港車站，個車站係一個文藝風格嘅歷史建築嚟㗎，被列為日本重要嘅文化財產嚟㗎。之後我哋去行下南翼吊橋，呢一條橋全長有108公尺㗎，係日本唯一嘅步行者專用吊橋。如果遇啱時間，仲可以睇到吊橋開合嘅景觀啊！每一日有6個時間係會開橋嘅。開橋之後20分鐘左右呢，就會關橋㗎喇。嚟到門司港一定要搵個香蕉人嚟打下卡啦。呢一間手工嘅香蕉沙冰超好飲啊！今次我買咗咖啡味嘅。呢一度仲有好多賣手信嘅店鋪行㗎。
嚟到北九州，點都要抽啲時間嚟行下 The Outlet 同埋 AEON Mall 嘅。我哋而家就入去睇下啦。哇，第一間就係 Coach 啦。The Outlet 喺2022年4月開幕嘅，有成170幾間店鋪㗎，係目前九州最大規模嘅購物景點啊！因為呢度比較新，所以呢度嘅風格都會比較時尚同埋年輕一啲㗎。中間會有啲休憩嘅地方係會俾人休息下嘅。呢一度會有一條天橋係連接 AEON Mall 㗎。AEON Mall 總共係有3層嘅，超過130間嘅店鋪㗎。商品嘅種類好多元化㗎。商場裏邊有一個超級市場，1樓仲有一個大型嘅 food court， 吃喝玩樂一次過滿足晒啊！我哋食嘢先啦。呢一度就係我哋今晚住嘅地方啦，叫做北九州八番女農屋家庭旅館。我哋都係第一次住呢一種形式嘅旅館咋。呢一度係免費泊車嘅，地方就比較隔涉啦，比較適合自駕遊嘅朋友啊。我哋入去大堂睇下先。哇，呢一度嘅地方都好大喎，好有歐陸嘅風格啊。呢邊會有啲茶水嘅供應嘅，聽朝攞早餐嘅地方都係呢一個位置啊。我哋 check in 先。呢一度總共有2層高，好彩我哋係住1樓，唔使行樓梯啫。我哋而家 room tour 一下先。房間嘅空間感都好大喎，最少有28平方米啊。有2張4尺半嘅雙人床。有一個開放式嘅衣櫃，有一個迷你雪櫃，浴室裏邊嘅浴缸都好大喎，廁所就喺浴室嘅對面，另外有毛巾啦、風筒、洗頭水沐浴露、朗口杯等等嘅。不過要留意返啊，呢一度係冇拖鞋、牙膏、牙刷供應㗎。如果需要嘅，可以問返職員購買㗎。房裏邊係冇煲水器，亦都冇支裝水嘅，可以出返去大堂嗰個位置斟水飲㗎。出邊仲有一個收費嘅洗衣乾衣機。今集嘅九州分享就嚟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一條影片嘅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我嘅頻道。下次有新片出，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㗎，同埋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仔啦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